8月15號之後，日皇咧宣布無條件投降底下嘅話咧，8月19號1945年當日嚟講，朝頭早我哋嘅游擊隊嚟講咧，拎住嚟講一啲嘅咩要日軍嚟就呢個投降嘅一啲咁樣嘅文件啊，俾佢哋啦，諗住。咁我哋去到呢一度嘅後邊，就距離呢一個入兵嘅憲兵嚟講，約莫係200公尺度啦。咁喺嗰度嚟講咧，就見到一個日本嘅士兵。咁啊，有啲就話佢去擔水，即係水井喺水井揾啲水，當時冇自來水嘅，咁佢係擔水。咁啊，查實咧，我哋嗰個戰士同我講咧，見到佢偷緊番石榴，啲石榴好大隻嗰啲，一粒粒紅色嗰啲。咁當時呢個地方咧個名就叫石榴園，全部種晒啲石榴嘅，好靚好大隻嘅。我細路仔嗰時都有，而家就冇晒。咁喺呢度又見到佢偷番石榴咁樣，就勸佢通知佢講日文啊，叫佢唔好走，繳槍不殺。跟住咧就同佢講話係嘅意圖，講俾佢聽，希望佢帶領我哋一個游擊隊員就去佢哋揾佢哋嘅司令。佢唔聽不但止仲咁，佢依快地咁樣走翻去，同埋開槍，一就開槍。咁當時日本嗰啲大本營嗰度咧，就一聽到槍聲嘅話咧，就好多人出嚟，因為嗰度營級起碼嚟講咧有100多200最少噶啦，嘅日兵就喺嗰度駐守嘅。咁咧就我哋嗰啲游擊隊咧，已經係有啲就上咗山頭。高居林下，有幾個就喺上邊，有啲咧就喺附近做掩護我哋嘅勸降。嗰幾個嚟講，游擊隊員，咁去到嗰度嚟講發現佢，咁佢嚟講就唔帶我哋去做，向我哋開槍。咁啊跟住嚟講咧，一聽到槍聲咧，就日本仔嗰個大本營嗰度嚟講咧，啲人就出嚟向我哋開槍。咁我哋雙方就喺呢度開戰緊。咁啊打咗都有一段時間，咁我哋咧就都唔執輸，因為佢日本仔走出嚟嗰陣時嚟講咧，喺呢度交戰嚟講咧，我哋就射咗3個日兵，喺呢度殺咗3個。咁另外有一班日兵咧，就係行出去沙灘，走咗去沙灘。咁我哋喺山頭，我哋對後邊嗰個山叫蝴蝶山，咁嗰個高居林下咧就射落嚟。殺死咗9個日兵，咁啊成個事件嚟講咧，就我哋嗰就殺咗12個士兵。咁同一時間嚟講咧，我哋有一個游擊戰士嚟講咧，就係大嶼山本土人嚟嘅，就係1942年嗰陣嚟講咧，就係嚟大嶼山拓展呢一個游擊戰士嘅。佢其中之一個就係大嶼山本土嘅負責嘅地下共產黨員。咁呢一個嚟講咧，就係喺嚟咗嚟呢一度，跟住嚟講咧，就喺呢度展開咗幾年嘅戰事。呢個游擊嘅活動。咁去到最後啦，和平咗之後，都佢嚟講，當日喺嗰場戰爭，佢係負責嚟講掩護嘅。佢自己喺呢度換槍彈、換彈夾啊，咁嚟講咧，就係嗰一剎那個頭咧趌高咗少少，咁咧就俾日本仔嚟講咧，就射殺到，咁咧變咗我哋咧一個嘅游擊戰士就喺呢一場嘅戰役就犧牲咗。呢一個咧戰友咧，呢個戰士咧叫陳友，友就係朋友個友。佢就係大嶼山大朗村，即係平碧村嗰邊、芝麻灣嗰邊一條村嘅，好古老嘅一條村，當時好多人都住。咁喺嗰度嚟講咧，就係最後一個犧牲嘅。咁火燒牛古朗嘅由來咧，就係咁樣嘅。喺呢個8月20號，咁應該係農曆嘅7月13日嘅。咁我哋有一小隊嘅游擊隊，即係夜晚諗住去東涌炮台嘅軍營嗰度，即係夜襲個炮台啊。
嗰次嘅行動咧，好可惜係失敗咗嘅。咁啊，我哋就有2個游擊隊戰士咧，即係俾日軍發覺佢哋嚟啦。咁啊，之後開始咧，大家就落火。咁啊，2個隊員咧就攞手榴彈諗住掟過去嘅，但係個手榴彈咧就失手。即係點樣失手咧？即係嗱，掹住個手榴彈諗住掟啦，可能其中一個咧就唔係好熟悉，就交俾第二個，咁啊即時爆咗，變咗2個隊員咧就喺嗰度即係犧牲咗。啊，其中一個游擊隊員咧係牛古朗村一個年青嘅青年嚟嘅，即係佢參加咗游擊隊，咁啊當場炸死啦。咁啊經過嗰啲漢奸啊，就認得出啊呢個咧就係牛古朗村嘅村民嚟嘅。嗰晚咧就日軍咧就經過一輪嘅調查啦，咁啊確實係牛古朗嘅人啦。咁啊到諗住咧就第二朝一早咧就去圍攻牛古朗村啊，即係有一小隊啊，都有20幾30人到啦。咁啊臨天光咧就去到牛古朗村個村嘅對面，但係去到嗰度咧望個村入邊燈光火著，原來咧咁村民咧諗住咧做嗰啲茶果啊，即係嗰日咧8月21號7月14嘅鬼節嚟啊！咁啊村民咧就做定啲茶果，諗住第二朝啦，一早咧就拜完神，咁啊跟住咧就落田，跟住落田咧就種嘢啊、收割啊之類啦。咁諗住下午咧就14啊，就比較水退嘅，即係落沙灘咧就挖啲蜆嗰啲嘅。當時咧日軍嚟啦，即係好多糧食都短缺㗎嘛，諗住係咁樣嘅。啊嗰陣咧都朝頭早天光咁滯啦，咁日軍唔敢貿然攻過去，即係經過一輪咁望啊都係咩喎，都要過去啦咁樣，即係攞機槍咧就掃過去。我哋其中一個村民啊，女村民咁林靈嬌就俾佢掃中個左腳嘅，當堂倒地。咁一聽見槍聲咧，村民咧就分兩邊走嘅，一邊就左邊，一邊右邊就走上去山邊。咁平時都係咁噶啦。咁日軍過到嚟咧，大肆搜掠啦，冇嘢啦，剩翻啲茶果喺度。其他嗰啲物資啦，冚唪唥都一早咧搬咗上山㗎啦，就唔會留低啲咩喺度。咁守完一輪啦，都10點2鐘啦，係嘛？都肚餓啦，咁日軍咧三光政策，偷光殺光燒光見到我哋村民咧有豬養到喺度，就喺現場劏咗隻豬熟咗嚟食。雞啲都條一面啦，俾佢劏啦，係咪？牛咧點解唔劏牛咧？啲牛咧好有靈性嘅，嗰啲主人咧一走咧佢就跟住走嘅，但係有啲一早咧就擺咗上山㗎啦，佢係村嚟嘅，所以啲牛冇事。劏完隻豬食完啦，之後下晝咧都起碼就2、3點啦，係嘛？即係諗住咧食飽啦。攞嚿啦，諗住走噶啦，即係過翻梅窩，即係佢可能喺梅窩過嚟嘅，即係20號嗰晚咧，即係調過嚟東涌，經過東涌突擊嗰單事件咧，翻調翻去梅窩嘅，收隊諗住走噶啦，喺牛古朗村離開條村咧，大約15分鐘到啦，就去到大蠔村村口附近，牛古朗村其中一個村民咧，林贊，佢留意緊日軍嘅行動㗎啦，走咗咯，走咗15分鐘咯，佢喺村口嗰度吹銀雞，
諗住叫啲村民咧，安全啦，落翻嚟啦咁樣。但係村民咧始終都唔敢落嚟，冇一個落嚟。但係日軍咧聽到有銀雞聲啦，咁啊靜雞雞就翻去牛埔朗村，咁啊即時見到阿林震喺度繼續吹緊銀雞，當場拉咗佢。咁啊經過拷問一輪毒打，始終阿林震都唔會供出我哋嘅子弟兵，咁啊就喺牛埔朗嘅炮樓側根嗰度咧，就槍殺咗佢。槍殺咗佢咧，就惱羞成怒啊，一無所獲啊嘛，咁啊諗住走噶啦。咁牛埔朗村有20間嘅村屋度啦，咁啊放火燒，咁啊由即係左邊燒到右邊咁啊20間，咁啊一路咁燒過去。其中有5間咧，後面就燒唔到。點解燒唔到咧？即係當日佢哋過嚟嗰陣咧，即係有個好大年紀嘅阿婆啦，係都唔肯走。咁啊佢來佢和佢幾廿歲啊，係嘛？咁咪由佢啦。咁啊佢阿婆嗰5間啊，即係佢咪自晒5間，其中有啲都係自己宿宅啊嗰啲啊。咁佢日軍咧離開咗啦，就用自己用水。點解用水咧？當時咧我哋係冇自來水嘅，家家戶戶咧都有個叫做水缸或者嘅排甕，咁啊儲水嘅。咁啊村民一早咧就啲坑擔水啦，擔幾擔水，咁啊儲過一日嘅用水量嘅。咁啊佢用個水殼啦，咁啊慢慢咁樣就逐間咁樣冚熄咗，後面即係有5間咧就冇燒到，個更樓咧就冇燒到嘅。即係之前咧啲報道咧就確實嘅。點解我知道咁多嘅內容咧？我今年71歲，我哋出世嘅。咁我哋即係3條村啊，即係有啲嗱，有一個依家94歲，有一個95歲，有一個就89歲，就我個家姐咧，依家都85歲。呢啲事件咧，佢喺現場知道睇到，即係嗱，經過佢哋講翻出嚟，即係話翻俾我哋即係年青一輩，即係知道日軍人點樣屠殺我哋啲中國人，係嘛？咁經過啲事件咧，都希望即係年青人咧有所警惕咯。